халықаралық қазақ-қытай тіл колледжі Қытай тілі пәнінің оқытушысы Әлмұхаммед Гүлмира. Бүгінгі өтетін сабағымыздың тақырыбы 八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。Сабақтың мақсаты教学目的掌握八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方法，了解八字句和被字句的组成部分，并能灵活地进行八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。Сабақтың жоспары了解八字句和被字句的组成部分，八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方法，八字句改为被字句，被字句改为八字句。这是我们在这节课要所学的教学内容。八字句和被字句的格式，八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方法，八字句和被字句互换的3个注意。练习巩固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八字句和被字句之间的转换，学习如何互换句子，保持句子意思不变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句子。我把葡萄摘下来了，葡萄被我摘下来了。那在第一个句子中有一个八字，那这个句子我们叫做八字句，八字句。那第二个句子中有一个被字，那这个句子我们叫做被字句。那八字句和被字句基本格式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八字句的格式。谁把什么怎么样？那这里的谁是动作的发出值，也叫主动值。那什么是动作的承受者，也叫被动值。怎么样是动作部分。例如，小红把苹果吃了。那在这句子中，小红是主动值，苹果为被动值，吃了为动作部分。那么八字句的基本格式为主动值加八加被动值加动作部分。那我们了解了八字句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被字句的基本格式。什么、被、谁、怎么样。从句子的成分来看，什么是被动值，谁是主动值，怎么样是动作部分。例如，苹果被小红吃了。在句子中，苹果是被动值，小红是主动值，吃了是动作部分。所以被字句的基本格式为被动值加被加主动值加动作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八字句和被字句的互换方法。八字句主动值加八加被动值加动作部分。被字句被动值加被加主动值加动作部分。在互换时，我们要找出主动值和被动值，将主被换位，八被互换。那动作部分位置不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八字句和被字句的3个注意。一，
主动值和被动值的位置要互换。2. 在互换时，句中出现的成分不能随意丢掉。3. 在互换时，句中的词语搭配不能改变。好，同学们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组句子。小兔子把胡萝卜吃光了。胡萝卜被小兔子吃光了。好，同学们，请看在这组句子中，小兔子的位置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对，它们交换位置了。那么胡萝卜呢？胡萝卜很好，对，它们也交换了位置。那八字和被字同样进行了互换。那么动作部分吃光了呢？是的，动作部分它没有发生变化。那在这句子中，小兔子是主动值，胡萝卜是被动值，主被换位。那八被互换，吃光了，它位置不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了八字句和被字句的格式互换方法。下面我们来做几道题来巩固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句子，八字句改为被字句。雨水把我的衣服湿淋了。那句子中雨水是主动值，我的衣服是被动值。按照口诀，主被换位，八被互换。动作部分湿淋了是动作部分，它位置不变，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改为我的衣服被雨水淋湿了。我们把八字句改成了被字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被字句改为八字句。太阳被茂密的树林遮住了。这是我们的被字句，我们把被字句改为八字句。那这里的太阳，句子中的太阳是主动值，那茂密的树林是被动值。我们按照口诀把备注换位，然后八和被互换，它们的动作部分遮住了，位置不变，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改为茂密的树林把太阳遮住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作业，按要求改些句子，改成八字句，改成被字句，做课后练习题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好，同学们再见。